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6年2月11號星期三，9場谷草 A 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字快地，想分享下。場次428，四班1200米，8號馬正哥哥。孭121磅，11檔起步，臨場106倍大冷門，上大石鼓包尾，直路未能望空，最後幾十米才望空，輸頸位，但甩第三主馬群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場次430，三班1650米，8號馬好實力，孭122磅，12檔起步，臨場36倍冷門，出閘在馬群之後切入。入彎前逐步而出，揈到最外入直路，最後200衝得好勁，4隻馬一齊過終點，跑第4，輸半個馬位，但甩第5主馬群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